Hello 姐姐， Hello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Fifi，今年幾多歲啊？我今年32歲， 32歲，結咗婚未？結咗啦。有幾多個小朋友啊？我有一個女，幾多歲啊？ 12歲。你喺香港幾耐啊？我喺香港7年，照顧咩人啊？照顧公公婆婆，仲有咧？仲有婆婆同埋一個孫。咁樣，咁你點樣照顧婆婆公公㗎？同婆婆朝早同婆婆起身，跟住扶佢行，跟住同佢換片，跟住同佢洗面咁樣，跟住使唔使幫佢沖涼啊？要啊，要幫佢沖涼。要啊。咁樣，識煮咩餸啊？我識蒸排骨，蒸蛋，蒸雞、蒸魚、煲湯、灌湯。好啊，唔該晒，拜拜。拜拜。